再来看花莲一带通联客运驶经过光复乡的市区，常常去弄到路口的电箱哦。这个司机无停车，佮继续驶，落尾是停伫路边的电火条的头前。这个司机是讲，伊的身体又无爽快，伊并无啉酒，警方嘛佮了解事故的原因。 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一台通联客运伫路口西关的时，弄到正面的电箱，砰了一声，互路口分驻所警员全拢走出来查看，也毋过驾驶煞无停，继续驶。警方随派员四过走找，最后伫500公尺外的小路边，找到这台车停伫电火条前。你是怎样？有点人不舒服了。你有吃什么药物吗？感冒药？什么感冒药？你有没有喝酒？没有。 这个事件是发生伫27早起，一台由姓皮查甫人驾驶的客运伫经过光复路、中正路一段时，弄到路边的电箱。警方对于酒测并无酒精反应，车顶迄当时也无乘客，现场也无人受伤，沿路无车辆受到影响。驾驶自述服用发烧药后身体不适，警方立即通知救护车将驾驶送医。同姓驾驶无饮酒，全案依 A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。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前应确认健康状况。 避免因身体不适影响驾驶安全。也毋过，安怎司机员伫压缩了后无停落来，最后也将车辆驶到小路边，感受有涉及调度引起争议。对此，警方表示，调度属于刑事责任，需要有人伤亡。这个案件只有电箱受损，属于行政责任，而且毋是吊钢撞撞，所以无公共危险记录。目前这间公司无回应，详细驾驶原因也爱个背后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